嗱，其實咧應使則使，我覺得一間屋裝修結構好緊要嘅。我哋都有啲客人咧2、3年前再裝修完之後，2、3年後又重新裝修過。點解咧？就係當時裝修嘅時候冇處理好啲結構問題，即係水電呢啲問題啦。可能2、3年之後啲電有問題、水有問題，再重新要再整過。我成日聽人講啦，裝修好容易跌落一個無底洞喎。講緊啦，裝修嘅開支都要使成幾十萬㗎。你可唔可以話俾我知邊啲位置應使則使，邊啲位置咧可以豐儉由人呢？第一啦，防水其實係一間屋最緊要，我成日都同啲客講笑咁講，千祈唔好裝修到好靚，跟住過2日收到樓下電話，你漏水喎，咁就幾靚都冇用啦。防水嘅物料啦，用翻而家市面上大牌子，我哋會點樣做咧？我哋成間廁所嘅防水會做到1.8米高嘅，咁做到1.8米高就可以保障翻成個廁所大範圍裏邊都唔會話再漏水呢個情況咯。咁第二咧，會成個廁所做翻個浸水測試，浸翻段時間之後，如果樓下都冇投訴漏水，個水位線亦都冇低到嘅，咁即係證明個防水就好穩陣，咁個客住落去就一勞永逸咯。咁裝修保險係咪一定要買咧？係一定要買嘅。如果業主冇買裝修保險嘅話咧，當有事發生嘅時候，業主係一身危嘅。通常裝修保險係裝修公司買嘅。咁點樣確保裝修公司有買第三者保險同埋勞保嘅話咧？其實例如我哋公司為例咧，如果客揾我哋裝修咧，我哋會俾翻保單佢睇嘅。咁有睇埋保單就確保間裝修公司一定有買保險咯。咁有啲咩位置咧係豐儉由人，可以係量力而為嘅支出咧？首先物料啦，就瓷磚，我覺得可以豐儉由人嘅。公司有1萬尺陳列室，咁亦都有好多意大利磚啊，又有國產磚。咁如果客人想經濟啲嘅話咧，其實係可以選購國產磚，因為而家科技進步啦，其實國產磚無論個工藝啊、設計啊，其實咧都做到意大利嘅質素都好相近嘅。咁原來裝修咧都唔一定係要交好多學費，亦都唔需要交智商稅嘅。